万国啊，领着俄罗耶和华；万百姓啊，领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各位学者平安，咱们来唱圣诗第240首。咱先唱一解，来。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世代。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世代。这首诗歌是咱新圣诗里面较新的歌吼，是咱台湾人家己做的。那按照骆维道牧师，骆牧师骆牧师伊所解说这首歌吼，伊讲这是伫因南城台南神学院内面一个圣诗的创作营内面写出来的歌这个作曲的这个人叫做张香琪张香琪这个查某囡仔伊做这首歌的时阵，敢若15岁15岁。咱会记起咱顶礼拜所唱的有一首诗歌，是一个日本查某囡仔7岁的时阵，伊做的词毋过这个今日咱这首诗歌是张香琪这小妹妹15岁的时阵，伊写的曲这首诗歌是对诗篇117篇出来这个诗篇117篇是所有诗篇上短的一篇加2节最短的一首一个诗篇就是咱歌词，就是咱即马在唱这这首歌是3拍子的歌，3拍子的歌。当初因的创作营的老师规定用4个音来做曲做这首歌这个张香琪小妹妹，伊就用若是手调的音伊用4个，就是拉哆来咪拉哆来咪唱这首歌出来这是用手调的音这是咱较无熟的歌，咱要用这首歌来俄罗上帝咱对头一解呗，来。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世代。反复，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咱较紧的对头来，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代。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伊信实到万世代。这首歌有一个所在，咱爱注意，伊是3拍子的歌，是弱起拍，所以你有当时你若无唱伊的重音出来，你会抓袂到这首歌迄个感觉你大家唱万民迄个的重音，俄罗的罗的重音领着俄罗咱唱一届，咱甲迄个3拍子的重音唱出来，来。万民啊，领着俄罗，领着俄罗主上帝，伊对咱大施慈爱，
以心事到万世大反复，万民啊，领着乐，领着乐主上帝，伊对咱大是主爱，以心事到万这是该来，万民啊，领着乐，领着乐主上帝。伊对咱大是主爱，伊心是到万世代，万民啊，领着乐，领着乐主上帝，伊对咱大是主爱，伊心是到万世代。让同心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你是达地阮而乐的，是正人所而乐的上帝。无论是甚物款的境遇，无论是甚物款的艰难，阮拢通知来而乐你，因为你带了阮行过一切的恶当当的事、恶当当的时，尤其是伫即马，阿爸爸，阮恳求你，你亲身带领台湾岛事、台湾国人民所有的百姓，来经过即届的调整，即届中国肺炎的调整，互阮拢会当好好来保护家己，照顾别人，用阮感恩的心来学乐你。即时，我们同心愿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你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咱来念启言文。咱即时来启言。启言文第12篇，诗篇40篇。我耐心听候上主，伊有耳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航天，对土迷中甲我牵起来。伊互我徛伫石板顶，互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主。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我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计划遐尼济，要讲嘛讲袂了。祭祀甲礼物你无爱，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谈。你的律法伫我心内。读经，今日的经文是伫马可福音第3章第20节到第35节。马可福音第3章第20到第35节。正兄弟姊妹，你现着圣经，请听我来念。耶稣入厝，众人搁聚集，递到因未顾得食。伊的亲人听见，就出来要甲伊掠咧，因为讲伊是癫狂。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师讲，伊是互白西卜复生，佮讲伊是瓦克鬼王来赶鬼。伊叫因来，说比如甲因讲，撒旦太着为赶撒旦，国若家己争拼，迄个国就伊袂就举袂牢。
家若家己争拼，迄个家也徛袂牢。撒旦若起来家己争拼，伊也徛袂牢。的确话灭，无人为入免人的厝来劫伊的家伙，着大先拔迄个免人，然后才要劫伊的厝。我实在甲恁讲，既然世间人所犯的罪，甲因所放毒一切放毒的话，拢要得到赦免。独独既然放毒圣性的，永远无得到赦免，就是犯着永世代的罪。这是因为遐个人讲，伊犯着邪神。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徛伫外面，找人去叫伊。有规定的人为伊得坐，有人甲伊讲：“你看，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伫外面在找你。”伊就应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啊？”就世界看遐个为伊得坐的人讲：“你看，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即成个爸，阮欢喜感谢来敬拜你。虽然即时还阁无法度三甲坐做伙。亲像进前共款，啊，毋过由原是极大的稳定，阮会当三甲同心来敬拜你。为着无法度甲阮做伙的兄弟来祈祷，为着心无平安的兄弟来祈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无论如何，阮即时要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亲身帮赞。当阮来亲近你的话时，你来教示，佮赏赐气力，互阮会当将所明白的行做出来。下面的时间，你来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咱今日的经文还都讲到马可福音第3章吼，已经算最头前的吼，第3章的第20节到35节。啊，这段经文我先一开始，伊先讲耶稣入厝，众人搁聚集，递到因未顾伫遮，啊，伊的亲人，就是耶稣的亲人，听见就出来要甲伊掠咧，因为讲伊是癫狂，就是耶稣的。厝里的人吼，耶稣的家人哦，认为耶稣是起笑啊，癫狂去啊，一开始咱经文就安尼写吼，其实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对无？所以其实咱大家为马可福音头前一路甲看来吼，咱今日是进入第3章的20节吼，咱来看马可福音第1章开始，一开始耶稣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阵，耶稣讲的话是啥物话吼？伊讲。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的时阵，伊讲日期满，上帝国已经近啦，恁着悔改，爱信福音。这是耶稣打出来，伊一开始讲的话。啊，这句话咱会那个分3个部分就是上帝国近啦，上帝国近啦。啊，第2个是恁着爱悔改，第3。爱信福音，上帝国近啊，啥物意思？咱应该捌讲过，天国也是讲上帝国啥物意思？我遮卖讲，佮点讲一解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耶稣在讲的上帝国是在强调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已经临到啊，但是本来对
亚当开始亚当犯罪开始，其实这个世界有大的部分是魔鬼撒旦在控制。即马耶稣基督伊宣告讲，上帝国归纳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权柄开始临到这个世界啊！耶稣伫其他的福音书捌讲过，恁若看到我用圣神的气力赶鬼医病，就代表上帝国已经临到啊！已经临到了这是耶稣的传讲的第一个概念，上帝国归纳。第二个讲爱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毋是干那后悔家己所做的代志，悔改是一个动作你要停落来回转活倒转这才是悔改。悔改的希伯来文甲希腊文拢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停起来活倒转就是你无去做你即马在做的代志你即马无好恶的事坏的事情，你无去继续做，而且你活倒转来，这个动作叫做悔改。若信福音，看下这，咱即马2000年以后的人讲到信福音，要相信福音，其实甲耶稣咧讲的信福音是无同款的意思。你爱记住看下这，我要很麻烦再讲一次的，耶稣的对象是谁？犹太人犹太人，耶稣的对象是犹太人。伊咧传讲的对象是犹太人，因为敢若犹太人靠迄个咧听候福音的观念，佳音福音就是好的消息。犹太人咧听候什么好消息？伫之前500-600年，因犹太人的国家都灭亡一直互外邦的国家在管理、在统治。因咧听候什么货？因咧听候上帝差遣迄个弥赛亚落来，迄是因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是一个军事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的君王的弥赛亚。伊来，弥赛亚来是要复兴以色列王国，要甲这外邦的国家拢拍败。这是犹太人的心内咧想象的，尤其是耶稣迄个时代第1世纪，因咧听候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这个消息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的意思。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讲爱信福音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不是。耶稣在甲犹太人讲，敢若犹太人听有尔，敢若犹太人在听候弥赛亚这个好消息。所以伫遮耶稣讲的信福音，其实的意思介简单，是恁爱相信我，就是弥赛亚。我讲一个，你爱相信我。就是弥赛亚，这是耶稣所讲的福音。看下这，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概念敢若对犹太人有意义因为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红抹油迄位，对希腊人无意义，对台湾人无意义，对世界其他人拢无意义，这是。犹太人因对旧约开始所听候的迄个抹油的迄位，所以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观念，敢若对犹太人有意义尔。你讲对耶稣是啥物人对我有意义？介简单咱若看圣经来讲，耶稣是上帝的囝，这个概念就对咱正人拢有意义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的囝，是来拯救的迄位。这个概念才是对其他的人有意义。你若要讲要强调耶稣是弥赛亚，各位兄弟，这个概念是限制，是敢若伫犹太人的圈圈内面有意义所以清楚，这话是对犹太人讲的。3项，上帝国已经临到，上帝的权柄已经到这个人，这犹太人，恁得悔改，恁得停落来，倒转第3，你爱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马可福音第1章一个第1章就开始描写耶稣伊宣告了，伊开始赶鬼、赶污鬼，伊伫病，泰戈病、热病、泰戈病、病衰，甲罪人。
坐倒，啊，佫讨论过禁食的问题，啊，佫耶稣佫犯安息日的规定，吼，啊，佫医治手去互高打去的病，啊，经12个使徒，一直记载到今日的经文，吼，就是20节，吼，所以你会当看到，哈大卫第1章，吼，遐个代志，会当显明讲，即个耶稣是这屈力、这努力。伫启示、伫教导、伫实践的耶稣，吼，这无闲，这忝为着伊的 mission 吼，这拍拼伫服侍。所以你若有这个前提，你就知影今日的经文。今日经文伊就开始就讲，哦，遮尔屈力伫启示、伫实践、伫教导的耶稣，即是伊入厝，啊，这人。佮组织起来，吼，滴到因连食饭嘛顾袂着，吼，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厝里人认为伊癫狂，因为伊起笑去啊，就甲救，要甲救咧，袂互伊佮继续服侍落去啊。讲无人安尼过日子的啦，吼，你这个一定是发疯了，吼，癫狂啊，所以甲救咧，吼。今天这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吼，你会当甲当作是一个微型三明治结构。好，我应该甲咱兄弟讲过，三明治结构伫马可福音常常来采用。什么是三明治结构？我说微型，哈，它有点不太正式，哈。正常的三明治结构是两个故事 A 加 B 两个故事，伊会甲 A 拆掉，好，变成 A1。加 A2， 啊，等于是 A 的故事讲一半，啊未讲了，伊就转去讲 B， 吼，第2个故事，啊，第2个故事讲这条讲好了后，较甲 A2 的故事讲好了，吼，就是三明治，吼 ，A1、B 加 A2， 啊，今日的经文有点像，所以我说微型，哈，啊，想要用三明治的结构，那个作者为什么要采取三明治的结构？伊的概念就是，这两个故事有同款的重点，你要互相放做伙来理解，吼，因是同款的重点，吼，所以这两个故事的重点是啥物？咱今日就是要来讨论这两个故事放做伙，伊的重点是啥物货，吼。所以咱会当看到，哈大人迄段会当表现的就是厝里的人，耶稣的厝里人无理解耶稣，吼，这是 A 的故事。啊，那 B 就是咱等一下要读的。就是这专家，吼，否定啊个诽谤耶稣，吼，这是 B 啊，然后接下来才又接耶稣的家人，无理解耶稣，吼，就是 A1、B 加 B plan， 吼，他都讲过啊，这耶稣的厝里人认为耶稣癫狂起笑，所以甲掠咧，吼掠咧，吼，袂互伊继续搁服侍落去啊，啊，这时伊就马上吼就直接进入第2个故事。第2个故事就讲，对耶路撒冷落来遐经学士讲话啊，吼，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是啥物货啊？经学士是啥物货？经学士就是本来吼是咧抄圣经的人，吼，抄圣经的人，吼，圣经从口传到文本，啊，敢若一本尔足危险的，所以因犹太人会有经学士来抄圣经，抄较侪本的，吼。啊，因的方法就是一个人较大的经学士徛头前念，下面坐10个、几十个的文士经学士啊抄，哦，一个人念，下骹的人抄，哦，安尼就可以一下子就复制很多本出来，哈，啊，所以在抄经学士的人，吼，抄久，吼，因对圣经就较熟，哦，比较熟悉，嘛较理解，所以若拄到这个问题要处理，吼。其实经学士的地位最重要，吼。伊讲有对耶路撒冷落来这经学士，你会当作是对高层下来的专家啦，吼。啊，因来是要讲啥？因来第1句话就讲，伊是互白西卜复兴，吼。他们是来干嘛？他们是来鉴定的啦，甚至是讲是来判决，吼，来审判的啦。所以，吼。可能会当来推测，吼，因是来自
工会的权柄。哈，耶路撒冷有犹太人群体内面上大一个工会，上重要一个工会。吼，工会吼有70人组成的一个工会，也是讲71个。吼，啊，迄个头就是这时头来主持会议。啊，其他的成员呢有撒都该人呐、祭司啦、法利赛人哈，再经学书，他们这70个人组成的工会，我也其实顶个捌讲过，他们掌控这个工会掌控政治、立法，立法哇，那就不止哈，立法、司法跟行政哈，其实行政包括总稿一切事务哈，就是这个工会是上悬的组织。伊会当来决定这个代志，好，所以有可能这耶路撒冷落来这经考书，就是代表工会的权柄，哈，因来做一个判定，哈，判定的结果，因讲两句话，伊讲这个人就是耶稣，是去互别西卜，哈，一个名称，哈，别西卜啊，虎星，哈，讲到虎星就知影，这个别西卜应该讲的是鬼啦，哈，鬼，哈，啊。只是讲耶稣去犯着鬼啦，因个鉴定的是安尼。第二个结论，耶稣吼伊会当赶鬼，是靠鬼王在赶鬼，吼，所以学者会认为这个鬼王就是那个别西卜，别西卜。所以来这一对高层的来专家们，他们做一个鉴定的结果，就是耶稣吼是有鬼附身啦。啊，伊会当赶鬼吼，是靠鬼王的权柄来赶鬼啦。吼，这个什么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讲吼，因承认耶稣有quyền力，吼，有来自灵界的力量，吼，所以会当赶鬼嘛。吼，因承认耶稣吼有对迄个灵界的quyền力，吼，啊，而且是足大的，吼，啊，毋过吼，照理来讲。若有一个人会当赶鬼，因会认为这是对上帝差遣来，啊是安怎？因遮的人无认为耶稣是对上帝来，顶个讲耶稣是互鬼附身，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教示有违背因对圣经的了解。简单来讲，耶稣的教导是违背圣经的啦。啊，你的教示是违背上帝的话。较有可能你是上帝差遣来，所以伊遐有权力、遐有权柄，会当赶鬼，啊，竟然毋是对上帝来，啊，唯一的原因就是对邪神来，就是从邪灵来的啦，所以他们的其实各位兄弟，我们如果撇开一些前见、一些成见，你看到这经考书的判断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讲因看到、观察到耶稣是有权力的、有权柄的，会当赶鬼。啊，一般来讲，会当有这款的权柄的人，一定是对上帝来。啊，毋过这个人的教示竟然是违背上帝的话，啊，只好去做一个结论，那他不是从上帝来的啦。那他毋是对上帝来的人，佮有这款的权柄，安尼一定是邪神，一定是邪灵啦。好，跟下这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状况，咱。其实为古约到新约，咱在讨论讲什么叫做神迹、行神迹，它的目的是什么？对古约的先知开始，拢同款的概念。神迹是一个记号、兆头，一个兆头。神迹是个记号，神迹本身多厉害，那个不是重点。神迹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这个记号是要表明讲，这个人行神迹的人是互上帝差遣的。这个是记号，一个人会当行神迹，要表明讲伊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人。啊，这里还没有完，这里都还不是重点。这个互上帝差遣的人，即马来要讲的教示，要讲的话是上帝的话，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神迹本身，迄个神迹本身拢毋是重点，神迹是要成做一个记号，来表明这个人是对上帝来。那这个人是对上帝来的人，即马来伊要讲的话。伊要做的教示，也是讲启示，是对上帝来的。恁大家真足听，你应该当做一回事，不要小看了。所以重点是
即个人惊新正的人，然后伊要讲的话，哦，伊要做的教师啊，是要做的启示，这是重点。所以照正常来讲，是一个人惊新正了，大家接受讲哦，这是上帝设计的人。即马大家爱听伊的话，伊讲啥话就是啥话，因为伊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即马问题煞反过来，吼、我都讲过，这个人看到耶稣惊新正，伊知讲哇，这个人有亏的，他们有耶稣有来自灵界的力量，吼、是安怎因无照因正常一般的传统认为讲，若有即款的亏力官兵的人，就是对上帝来。因为耶稣的教示，甲因认为圣经的教示是无共款的。这一点呢，只好转变前面的记号。安尼，这个新正，耶稣惊新正，毋是对上帝来，因为伊嘅教示甲上帝的话，甲圣经是有冲突的，是违背圣经的教示。像前面的，我都讲过，那一路落来，耶稣去违背安息日的规定，吼，这犹太人绝对无接受的。安息日啥物工课都袂使做，耶稣竟然医病，吼，讲伫安息日人共看病医治人，吼，这绝对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即款人违背上帝的旨意，靠可能是对上帝来，吼，这就是这经学书的判断。所以，若毋是对上帝来，这个耶稣一定是对邪神来，吼。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状况，就是讲耶稣的身价，这有气力，吼，这有权柄的，是安怎耶稣的身价遐尼大，会互人着惊，也是互人欢喜着惊？你看头前的马可福音，常常吼，耶稣惊身价，拢会下面会讲一句，哇，这些百姓看着拢安那 astonished， 哇，看了很惊讶，就是讲哇，毋捌看过遐厉害，哦，为什么耶稣伊的身价遐有气力，遐有能力？因为耶稣即摆要讲的启示是新的啦，是颠覆的啦，是甲因本来理解上帝的看是无共款的啦。所以耶稣的权柄这大嘛，遐尼大的权柄，就是要表明讲，这个真实是上帝差遣的人。即摆伊要讲的话，虽然恁即摆听起来，甲恁本来的认捌是无共款，毋过你得听落去。所以你要接受神迹，照你讲，接受神迹，然后重新更新去思考恁原本的教示。好，你若就是讲，伫迄个时代，耶稣本来上帝差遣耶稣的做法，就是要互这个人接受遐尼大的信息了后，这个人会当听耶稣的教示，会当重新来评估家己进前领受的教导。结果很不幸的是，这些人行另外一条路，因拒绝这个信息因拒绝这个教导，就是说，本来耶稣很强的神迹，是为了耶稣很强的教导，很不一样的教导，甲因原本无共款的教示。结果因无爱去调整、去思考这个耶稣的教示，所以因拒绝耶稣的教示，然后颠倒反过来去否定耶稣的权柄。我讲清楚吼，这反道路而行就对了吼。耶稣当然是无法度接受，所以耶稣甲因请来，耶稣就请来要甲因解说。耶稣问讲：撒旦太着为赶撒旦？恁讲的恁讲我是互鬼附身，我是靠鬼王别西卜，靠别西卜的权柄在赶鬼。耶稣就甲因问讲：怎么会？撒旦是安怎家己在赶撒旦？为什么撒旦要赶撒旦？伊讲国一个国，若家己争拼，自己相争家己争拼，迄个国就徛袂牢啦。一个家共款，一个家庭若家己相拼，迄个家嘛徛袂牢啊。所以用这两个比喻要来解说讲，若撒旦家己安那去来家己来争拼，去纷争，撒旦嘛徛袂牢。伊
伊家己会先袂亡啊。好，这是第一个解释。好，撒旦较有可能会赶出撒旦啦。啊，第二点，耶稣讲吼，就爱吼入无人吼通入迄个猛人和强人，无法度吼，你无法度去一个足强的人的厝吼，啊，家安那来劫伊的家伙，吼，你要抢劫吼，你讲耶稣的第二个比喻也是很暴力，你要抢劫一个人吼，去一个人家里要抢劫他，你得比他强啊，你要比他力量很大。啊，所以第二个耶稣的结论是，你要比鬼较强，较有法度赶鬼啦。好，但是讲无人吼会当入去一个猛人吼、勇士吼、强壮的人的厝内面去劫伊的物件家伙啦。除非安那，你有法度先甲绑起来，靠有法度劫伊的家伙。好，所以耶稣再一次强调，他的权柄能力比鬼强，所以他才能够赶鬼。耶稣提出这两个解释，这人当然袂相信啊。所以耶稣下一个结论，伊讲吼，我实在甲恁讲，赶快耶稣会开门，迄个起手语，起手式，阿门阿門 ，Lego 有命，我实在甲恁讲，既然世间人所犯的罪，甲因所碰毒一切碰毒的话，拢要赦免伊。就是讲，世间人的罪，甲伊的碰毒，伊的诽谤、亵渎上帝，拢会当得到赦免。独独既若碰毒圣神的，永远袂得到赦免。哇，安尼有介一个基督徒，也是牧师拢做紧张的，哇，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呢。所以即马有人讲吼，伊有圣神充满吼，啊，伊若咧讲什么话吼，哇，拢袂使甲怀疑哦，不可以怀疑哦，你给他怀疑下去吼，你就是亵渎圣灵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人说，哎，我是靠圣神充满，即马你得安那吼，若有人安尼讲，你拢袂当甲怀疑，袂当怀疑，你只能接受，因为你很害怕怎么样？亵渎圣灵啊！耶稣还强调，亵渎圣灵的是永不得赦免吼。所以即摆有人讲到伊有圣神充满，伊要做的代志拢万事通，无人敢阻止吼。不是啦，理解一下哈，爱甲想清楚哈，想清楚这个概念。是安怎？世间人的罪。甲这个碰毒，拢会当得到赦免，为什么？看下这真简单的道理，世人的罪为什么可以得到赦免？咱的罪是安怎会当得到赦免？咱不只是咱之前犯的罪，咱今嘛犯的罪，咱未来犯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嘛，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嘛，所以你承认耶稣基督的权柄，你当然会当所有一切拢得到赦免。反过来讲，如果你亵渎圣灵呢，你就是表示你无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嘛。你无接受，你靠法度得到赦免。不要把它想太复杂就是反正耶稣这一句话没有再特别强调。哇，若有人讲伊是圣神充满吼，伊就安那，袂使怀疑，毋是耶稣，毋是咧讲这个概念。耶稣讲，你若无接受我耶稣基督是。圣神充满的人是受上帝差遣的人，你就跟我的救赎是无关系。当然啊，你就无法度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再讲清楚一次，这个撒旦无法度，撒旦袂去赶撒旦啊，就亲像一个国家若家己烧饼，就徛袂牢；一个家庭家己烧饼嘛徛袂牢共款。即摆恁遮的人。你甲我一个圣神充满的人，有圣神甲我做的人，你甲看做我是互邪神附身，请问恁要得到什么赦免？恁当然甲我耶稣基督的救赎无关系嘛。所以
你们把我被圣灵充满的耶稣判定成和邪灵附身，被邪灵充满，被邪灵附身，那表示恁甲我的救赎的官兵是无关系。好，讲到这，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个现在的问题哈。各位兄弟，今嘛现在21世纪，现在还有没有被鬼附的情况？还佫有鬼附身的状况无？有无？有会举手？无会举手？好，咱可能无去发现吼，全本圣经内面吼，全本圣经66卷内面有讲到鬼附身、赶鬼这个概念的。在新约里面，27新约里面，加那4福音，各加使徒行传一组组啊去讲到，就是被鬼附赶鬼这个现象，全本圣经的新约只有4福音跟使徒行传有去讲到，啊那旧约嘞39卷，各位兄弟完全无。旧约完全没有去提到鬼附身啊赶鬼的代志，上神最类似的，干那扫罗王，圣经讲到扫罗王，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王啊那，伊无爱听上帝的话，上帝的神离开伊，啊上帝差遣那个扰乱的灵来搅了伊，伊会总有当时会癫狂，需要大兵用伊的琴声来互扫罗稳定，这是最类似鬼附赶鬼的描述。其他你看伊个旧约遐尼济神者，其他拢无去描写到鬼附身、鬼的附身甲赶鬼的情形。整本圣经，全本圣经66卷，干那4福音跟使徒行传有讲到。后面所有的书信，保罗的批，也是一般的批，甚至是启示录，拢无去讲到鬼附甲赶鬼的代志。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讲是安怎4福音的时代，就是初代教会讲到去有鬼附身。赶鬼会这么普及，怎么回事？只有那个时候鬼拢出来啊，是不？然后后面的世代，有的人那个强调有讲有，其实圣经后面拢无个记载鬼附身赶鬼的代志。为什么？回去好多人。马可福音我讲一开始，耶稣伫马可福音内面，耶稣一开始出来伊讲的话什么？3点，上帝国安那？近啊！恁知安那？悔改。第3，爱信福音。就是我刚刚讲过的，是上帝的权柄临到了。恁知停止，我倒转。爱相信我是弥赛亚，你还知影整个初代教会耶稣出来宣讲迄个时代是要表明一件代志，就是迄个权柄的转移。什么意思？就是迄个权柄已经转移啦。本来是魔鬼撒旦掌管的是，即马已经要换做上帝的权柄入来啊！上帝的权柄要进来了。你若去有这个概念，你就会当思考，有一个人互鬼附身，即马甲伊身上的鬼赶出来，这个现象其实是最直接来描写权柄转移，最明白的表现方法，就是这个人本来是互鬼附身、互鬼掌控的，即马甲伊赶出来。赶走一个更高的权柄，把这个鬼赶走，
基本上这个现象就是最直接，会让上直接再来描写什么叫权柄转移。好，所以搁一个问，即摆还够有互贵妇生的状况吗？我唔敢讲完全无，啊，毋过咱去思考一件代志，就是即摆已经毋是迄个在强调我讲的权柄转移的时代啊，因为上帝国已经降临，啊，毋过要知影是已经降临，佮还未完成，好，以灵而未然，以灵未然，啊是讲言语讲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讲即摆已经。这个时代已经是上帝国已经降临，啊，毋过还未完全，上帝还未完全掌权。什么时阵是上帝完全掌权？就是耶稣第二届来的时阵，迄毋才叫做上帝国上帝的权柄完全掌权。咱这个时代甲耶稣的时代是无共款。耶稣的时代是上帝国根本还未降临，是耶稣来的时阵，上帝国才开始降临。开始降临，所以迄个时代的人，遐犹太人其实还未经验过什么叫做上帝的权柄，上帝权柄的 territory 是啥物货？这个是上帝国的得力，是耶稣一个新的架势。迄个时代人是唔知影的，好，所以咱即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要安怎展现上帝国，怎么样呈现上帝国已经降临？唔是靠赶鬼啊！不是靠赶鬼这个现象来彰显权柄的转移，看这是靠吼，我可能讲要十担去啊，是靠基督徒活出上帝国的款式。讲更较简单的话，就是互上帝的旨意伫地呢，那亲像伫天呢。看这，唔是靠赶鬼。来表明上帝国临到，因为上帝国已经临到伫2000当进前，耶稣在世的时阵，迄阵就是上帝国已经临到，所以你即马毋免阁用赶鬼来代表上帝国临到，已经过2000当啊，要安怎表明即个上帝国是已经上帝掌权伫即个世界，敢若是靠基督徒。就是上帝国的百姓去活出一款的生命，是属于上帝国的生命。安尼，互上帝的旨意伫地呢，亲像伫天的时阵，就会当表明上帝国降临，也是上帝国的影响力。所以，咱来谈一谈这个鬼妇。你注意听，好，这是我一个特别的想法，不一定对，啊，毋过会当做参考，恁听看卖啊。我认为吼，敢若有笨鬼，只有笨鬼吼，敢若有迄个戆鬼吼，才袂去用鬼附身的方式去伤害人。为什么？你想看卖啊嘛？我陈思豪去有鬼附身，被鬼控制了，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吼是鬼甲我控制。所以我会拍家己，我会拍人，我会伤害家己，伤害人。啊，讲一寡我唔知的话，因为我被鬼附了嘛。请问，这个时阵被鬼附的陈思豪，我若做一寡歹代志，谁负责任？我是讲，伫上帝面头前，是谁要负责任？我做的没有错，啊，毋过我是去安那？我是去有鬼 possessed， 去有鬼掠条的呢？鬼在控制我去做歹代志，那照理来讲，应该是鬼自己要负责任嘛。好，做坏事情伤害人的这个部分，是这个鬼自己要去面对上帝的责罚嘛。那你不觉得这个鬼是笨鬼吗？聪明鬼会怎么做？各位兄弟，较聪明的鬼要安怎害我？较聪明的鬼当然是安怎试探我。试验我、试探我、引诱我，也是搞我迷惑我。啊，即摆我家己去做一个决定，去做歹代志。我自己下决定做坏的事情，那谁负责？各位仔，当然是我家己爱对上帝负责。魔鬼伊有家己爱负的责任，啊，毋过
是我做的决定，是我做的代志，是我犯的错，所以我家己爱对上帝负责。各位兄弟，恁摇看卖啊？如果鬼要害我，鬼若要搞我，要害我，要用什么方法？用附身的吗？还是用引诱的、试探、迷惑的？就那亲像耶稣出来教示传道进前，伊经过40天的禁食，去互撒旦带去旷野，敢是鬼甲附身？毋是啊，魔鬼试探他，用捷径啊，不要受苦啊。这个就是试探，这毋才是聪明鬼会用的方法。我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鬼妇啦，我是认为无遐济笨鬼啊，戆鬼无遐济啦。这个世界既然有戆人，嘛一定有戆鬼啊。可是我认为笨鬼不会那么多的啦。介济迄个鬼附身的状况，其实即摆咱拢会当用迄个精神科、脑神经科、精神科的approach 的进入来解说，其实拢会当解决。毋过我要强调一下，我毋是讲完全没有鬼附的现象，我毋是安尼讲。毋过我认为袂济，绝对不多的啦。因为我认为聪明鬼很多。戆鬼介少，戆鬼介少，戆鬼比戆人较少啊。好，现在已经结束中间那个故事啊，即摆回去耶稣的厝里的人，有讲看啊，你的老母兄弟姊妹伫外口，在找你啦。耶稣竟然安怎回答？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啊？耶稣就看伊四周围在听伊讲道的人，耶稣讲：你看，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你拢是啦，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弟，耶稣其实已经讲出未来这的人应该爱做的代志啊啦，不需要再靠鬼附赶鬼了，就是爱行什么货？上帝的旨意。耶稣重新定义什么是他的亲人，什么是他的家人。他都讲过，这个三明治的结构是要创啥？三明治的结构是要跟你讲，这两个故事是同款的主题，同样的主题。什么主题？耶稣无法度互了解啊！伊上亲近的人，就是伊的亲人、伊的家人，无法度理解耶稣在创啥。甲上帝的话最亲近的人，就是这的经学师，这些专家，伊是甲上帝的话常在接触的人，这人嘛看不出来耶稣的作为甲伊的教示。最亲近的人都无法理解耶稣基督，包括耶稣上亲近耶稣的人，嘛包括家己认为上亲近上帝话的人。拢无法度理解耶稣，甚至诽谤耶稣，是这个三明治的结构。所以今天的讲题我很特别的用畜牧这两字来做我的讲题。你若有注意去看我的讲道片的讲题，10几档来我拢用圣经的经文里面的某一句话来当做我圣经讲道的主题，我很少，唔是安尼做今日我特别选两字畜牧，就是耶稣的服侍真正是做畜牧的，非常寂寞，因为安那无法度有人来理解，没有人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的时候，甲伊学生讲：我要离开恁了后，要恳求上帝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伊来要创啥？伊来要互恁想起来，也是要甲恁教示我正经讲的话。表示耶稣在生的时阵，伊所的教示其实是无人知影，听袂明，听唔知影什么耶稣的意思。当圣神来了后，这人较慢慢明白，慢慢知影耶稣是咧讲啥。所以耶稣真的很寂寞，
他的服侍没有人理解，真的很寂寞。可是，各位这做一个结论，或许耶稣的感觉是很寂寞，不过事实上耶稣并无孤单，耶稣有圣神甲伊同在，上帝会接你照顾，会引带，所以耶稣是无孤单的。虽然有当时感觉是足寂寞的，各位这伫这时阵嘛，要甲你做一个提醒，伫咱这个中国肺炎这个病毒的威胁下面，有当时咱会感觉足寂寞的，拢无法度去外口踅踅，一个人毋知要创啥。不过各位这，你并不孤单，寂寞是你的感觉。不过你无孤单，你有上帝甲你伫地，你有圣神甲你同在，你嘛阁有兄弟姊妹，虽然无伫你的身躯边，不过是甲你性命结连的，你并无孤单。检测你感觉做寂寞的，尤其是伫这个时阵，你得坚强，你得犹原照起工过日子，对未来有盼望。毋通对一寡人伫遐咧埋怨、咧批评、咧攻击政府。你要知影，虽然你感觉做寂寞的，不过你并无孤单，你不孤单，你不孤单。我们都很想念你，咱同心来祈祷。之前要感谢我看到耶稣伊的服侍。伊受到这个世界的误会，无接纳伊所做一切，是对天顶来有气力、有权柄，不过伊做寂寞，无哪亲像无人甲伊伫地会当了解，不过耶稣伊坚持做应该爱做的代志，虽然感觉寂寞，不过袂孤单，爸爸，阮嘛共款求你，互阮清楚了解，伫即个世间，阮并无孤单。检测感觉是一个人，做寂寞的，毋过知爸爸你甲阮伫地，圣神甲阮同在，无论是伫逐所在，伫大乐，阮遮兄弟姊妹，拢甲阮性命结连，阮并无孤单。为着安尼。来感谢阿罗你，当心彼得洪主要所基督圣名，阿门。这个时阵，咱们来唱圣诗第595首，犹问世间是迷路。来，犹问世间是迷路。加在我有主耶稣，你是咪是引带我，是阮救我到永远。主啊，带我经过风烟甲暗雾，求你显出大仁慈。带我到平安的厝。第二节，西像风烟啊浩塞，乌云也无打落来。头前的路我要去，求你绵绵来指示。主啊，带我经过风烟甲暗雾，求你显出大仁慈，带我到平安的厝。求主耶稣阿路听，求你甲我三同行。带到平安的祖家，享
承受福气永无停。主啊，带我经过风烟甲暗雾，求你献出大恩慈，带我到平安的厝。各位兄弟，咱来念今日咱的金句吼，记载伫马可福音第3章第35节。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马可福音第3章第35节，搁一解，因为既若行上帝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我念华语念一遍。马可福音第4章第35节：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好，咱来报告，各位这平安。虽然这句无记名吼，不过会记哦。咱等下礼拜刷拢有把咱的相片吼来放映出来吼，所以请大家，请咧兄弟咱紧紧吼，唔通讲。我顶礼拜就行过啊，我旧年就行过啊，新的哈，我要你新的照片，咱互咱兄弟咱看到你，这时拢好好，水水，欢喜，所以咱兄弟，咱甲咱的相片紧寄来，无论你是伫你的 LINE 的群组，还是你直接叫互英语，还是我甲徐木拢会使吼，我会去吹，我们会上网去找哈，所以你大家把你的相片释放出来哈。好，另外一件咱即马的疫情吼，咱对中央政府的指示，到6月14哈，6月14之前，咱教会犹原无法度有实体聚会，包括礼拜、查经、基督会拢共款，所以咱伫6月14之前咱犹原是安尼用线上的礼拜，那大家个。忍耐一下，现在看咱的确诊的数量有到了一个观点，开始慢慢落来不要放松，不要放松，还是一样戴口罩、勤洗手，手唔通总自然去摸目睭但是较细腻的，爱坚持咱爱坚持，虽然真正呢。这无事实，不过爱坚持我讲过，咱好好保护家己，准备好势来照顾别人，所以我们仍然会维持这样子的线上的礼拜甲聚会，所以咱即马就是早起有台语礼拜，下晡有华语礼拜，拜五暗时有查经班，这3个咱拢用线上来进行。其他各位兄弟，你若有任何问题，你会当打电话来教会，也是我甲徐母的手机拢有写伫遮，有啥物需要，也是二当等的事，请卡来，咱来参详，看要安怎来处理，你若要叫我做你的迄个 Uber Eat 嘛会使啦，我骑脚踏车来送物件互恁食，好，即摆拢做 Uber Eat 阁有其他的事，无呢，咱就较细致认真过生活，像今日咱经文讲的，虽然感觉有当时感觉这寂寞的，不过爱知影你并无孤单，你有上帝甲你伫地，有圣神甲你同在，耶稣基督做咱的好朋友，咱的救主，咱的兄弟姊妹。虽然伫逐所在，不过咱的心结连做伙，所以唔通惊吓，咱就照起工来过日子。
各位兄弟，咱来唱落尾的诗，圣诗第403首，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叫你差遣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叫你引带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圣心叫你充满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生命踏出去。咱来领受对天来的福气。伫即款的境遇、甲病毒的威胁内面，恁检测感觉足寂寞的，毋过就知恁并无孤单，有上主甲你伫地，有圣神甲你同在，满满有耶稣基督稳定快乐甲你伫地。无惊吓，着保护家己，照顾恁四周围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后面要甲恁众人伫地，尤其是甲心无平安、身体欠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角来。阿门。